就那种我输送的，不是为什么运动的？那种那感觉那两嘴吃到没得刀子，不对，错的的。现在不讲泡沫酱，现在一样的。 人家吓得了这一摊，说明男有很多个问题，我也帮你偷谈，因为呢，真的不来讲，我有叫本事，我叫我能力。不来就去剥鸡蛋米来，没辰光当来偷摊。剥鸡蛋米我晓得个，对不？我有叫能力，你也不晓得，对。对，我晓得管。我好处帮你个，吃脚，你讲些个问题，你还没叫出来。哎呀，这个脑抽怎么看出来？耶，男子清爽不清，你看不出来。男子清爽个，男子不是个，男子帽子应该去长长汗。我不长，我谁都不长，那么哎，长子帽子到男子清爽不清爽不得高个。长子帽子，这才是帽子不雷锋。那么现在呢？其实我那个，我帮你是哎，谁是说我生的对？吃了很清晰。不，你都2年哪才会得说我身家？我兄弟呢，你也讲过句话，不说给个，我吃多了，你记得帮我拿回来，你要做个证据。我一直讲你说给个，你讲不是说给个，我兄弟呢也是的。No， 我说鸡。那么那个情况刚说给个，是不是？你记得？我们伤心没伤？哎，骗子我叫你是不是？啊是啊，骗的啊。是你是。骗的过人嘞。对，谁是个男的？真叫好。对。马上一找阿德。我说，做人呢没呢。能说的这个。欢喜多个，我兄弟呢一句话，养得出，养不出，几点？ 养得出，为你像鸡。热盖后烫烫的。快点，自己休息了。啊，不知你不得吃来着，辛苦是不帮来。我看你生气了呀。还没拍的出来着呢。那没结果，我不得歪脱了，结果我记得你看也没看见过。哎呀，你把我搞啥么子？你辛苦了，你辛苦。不，我不辛苦，我是讲。 是啊，我刚刚真闲话。哎，快点，搿个货热得嘞。我刚刚聊事，对。我帮你讲着，哎，你给人单子我就上来，我帮你讲，等我几顿比较少。我这是个帮你讲，来讲情况，对。该哪人呢？懂。懂吧？嗨，这位啊！今朝乘电车站，体验一下。来，我声音讲不个应该。老夫人的瓜。吃面6整斤，搿美女身价1.7，看你个眼神随便哪看不出130斤。哎，130斤的烟哪试一个？去进去。点呢？我来烧烤，还烧手电筒框的，来呢，你都点。大肠加鲍鱼，好。那妈妈你吃鲍鱼加大排吧。好。哦，我个拉面来着。哦，灵个。哎呀，一种汤面一吃是乖，口实边出来，哎，那个面2整个做的。 那我去大肠的，大肠炒洋葱，炒大肠面，1盆子鱼，汪了汪。啊鱼啊，快门这边没啊。鱼个包个洋葱的呀，我来吃看呢。门怎么帮没有牙膏？蔬菜翻出来，就是1块的。一打油面有2多，这些点个还2人吃。想不到旁边个美女都有个吃光，现在碰了比我回来吃光美女。我高兴几个面是变做东。哎，东得来那一圈多哦，光了。不来吃不了。你会讲我来2份吃饭，我吃饭了。刘阿姨听个范围的，其他4个人。金大光现在跟你都去包摊了一种。阿四香水打柠檬茶，白打渣男，水打渣女，这些都啥都4万。